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初3，列王记上卷8章36节安尼讲：求你伫天顶压落听因的祈祷，赦免你的僕人，甲你的子民以色列的罪，教示因行正直的路，搁落雨伫你赏赐因最产业的地。三甲来祈祷，教示阮行正直的路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无虚假，应允无落空，听从无改变的至权至真上帝。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你的话伫人中间充满权柄。主啊，世间人算什么？你既然安尼疼惜甲看顾，你互阮伫地上存活的每一天，拢是恩典满满。主啊，伫这个充满艰难甲不安的世代，阮面对着济济的困难甲挑战，总是你要成做阮的快乐甲扶持。求你伫天顶压落听阮的祈祷，赦免你的僕人，甲你的子民的罪，教示阮行正直的路，搁落雨伫你赏赐阮最产业的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